我夜头师傅母下看看，你老阮过去台北日报落下菜订单抢倒来，爸讲何啲内容甲啥？是本于保管停停，我当家厝的老去赎转来，人牌毋是你倒买。社长，爸讲来请你。阿爸，有嘛该事情？哦，你太平床烧脱了，好朋友也走脱了，我想过来看看啦，看你过得好么？心望阿爸的惯性，太平床会扫脱的。不过，俺还有7件插工床。还有7件，你放心啦。啊错啦，谈讲检查工费啊，要改善历史中，你也选到历史中，绝对会当作胜利合作。有时啊，还会接过全部像的政府的大提单。用按惯性，历史中该先期。还是看你到主山第一出去按多了，你也讲做到历史上的时间，你就做专心做你差米的胜利。主山啊，天山啊，就做到本阿伯那人停饭店，压出去的天山，全部是爱切假的，当家的是转来，不是阿爸翻咯。系啦。是阿伯上得到的啦，不过历史上的事情哦，你要想清楚了哟。是讲需要阿伯去打通关节的，你再咁讲，阿伯还要吹条啦啊！好，睇下加看睇加一团嘅样片，咁啊迟到哦。阿伯啊，就用台北讲吼，去迟到吼，你要迟到去当场啊嘛。富利啊，老盖讲百年，莫按好心，想个实体机诶，真紧哦。老去讲，哎哟，以前历史中也不卡该他不卡所有嘅天山、珠山啊，你当无限，挨老你讲之后，结果加切了用乜飞机？唔是阿伯你来翻路，哎哟，今日当强啊，一激发就拄转去，哦。看起来像是关心对方，其实完全唔系安样应该情况。不过咧，阿伯嘅角色看起来虽然唔系当声音啊，唔系当当电影声人讲起啊，不过咧代表讲系咧冉冉阿曼先讲哦，又捞咧讲阿伯当电影闹嘅一面做出来，本台上我看到吼哦。真紧吼，牙齿会咬团体吼。再来看一下，家下咧团样片地图有乜嘅词汇老记儿，做在本台上穷下来学习。第一个是嘿，哦，你不要这么多话好不好？你太多话了哦，不要插嘴。好，OK，多话，可唔可以两百先讲咧？多位，再一遍哦，多位，好。佢嘅老家嘅处理啊，那司机嘛，那运转书嘛，阿种讲哈，以后不用你多话，你不要多插嘴，不该你讲话的时候，你不要讲话。以后不用你多话，可唔可以两百先讲咧？人牌唔是你多位，人牌唔是你多位，吼。一害了向要当到扁条嘅蔬菜，睇下埋注意哦，吼，像係唔是，本來係唔是，唔個 Hellboy 要接其他嘅詞彙，你就變咗唔是，千萬唔好念，唔是你到位，按用你唔錯啦，吼，記得有扁條嘅部分，好難，睇下多多來練習，吼。第二個，我老師啊分享嘅詞彙是係。关心啊，我是关心你啊，你为什么把我当外人呢？阿爸是安用心讲咩？好，所以咧呀，哈喂，
用版型来讲咧，是系关心，关心。好，記得咯，你心那個思哦，嘴嘛，而撈起合起來，它是個閉口音，而且一開始是嘶的音哈，不要變成像華語一樣變成心這樣，吵了是心咯哈，好難念，不過大家要注意哈。所以記得阿爸講，謝謝伯父的關心，好，謝謝你這麼關心我哈，希望阿爸嘅關心。希望阿爸嘅關心，希望你按上下按關心我，唔過唔是你哈，我自家是做得嘅哈。下輩，一隻詞哈，係列出戲劇地輩，貫穿列出戲劇嘅一個非常重要的詞彙，因為佢爸爸男主角嘅爸爸是用呢兩隻詞形容佢嘅來兒，乜嘅詞咧？是係威風啊，好神氣啊，好，他會用乜嘢講咧？是係。奉新，奉新，好，他會又講那個詞啊，這個哈，你講奉新愛愛哦，很神氣的樣子，神采奕奕哦，看起來笑容笑面，基本嘅奉新愛愛嘅感覺哈，這個一張眼動跳到妹嗲嗲哈，開心到尾巴都翹起來，很神氣的樣子哈。好，記了，跟爸爸講，還有跟阿爸講哈。我還有7間茶工廠，好，還有7間茶廠，啊，威風啦，好，我神氣啦，整個北埔就我最厲害，好，他會用乜嘢講咧？我還有7間茶工廠，奉新，我還有7間茶工廠，奉新，我記得咯，第一隻部分我記得乜嘅地方我注意咧？第一隻係7那個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到數目詞的時間呢，海流強做唔得變調，不能變調。講係如果是數目字敘述第7個700那部分7做唔得變調，不然呢，它會是細了變調的部分。呢個地方我特別來注意哈，嘅講念一擺哈，我還有7間茶工廠，奉新，好記得。下一擺啊，真的要跟阿爸攤牌了，他覺得阿爸管太多了，老實講不用你煩惱，好煩惱，他會用半音講咧，煩惱，煩惱，好，可以看一下下邊嘅幾個字地哈，不用伯父煩惱啦，還有這種事情直而來做就好了。就算我今天當了茶工會理事長，就算愛做理事長，愛所有嘅家業，所有嘅事業。我是斜槓青年呢，乜嘅事情我就幹得，唔是阿爸煩惱。好，家下學到誒，不用你操煩哈，不用你擔心，唔是你煩惱。下輩咧，起碼老跟阿爸講哈，哎呦，阿爸是你想太多，你想太多了。好，下輩個繼續來學一bài是係想太多，想太多。一部分哈，太。那個詞所以變調了，因為變做踢，因為後背還有接另外一隻詞，所以你總唔得講上踢多哦，我講上踢多，還有你講錯。好，下邊我看一下，今日嘅幾個很用，半先講嚟講，是伯父想太多啦，你想太多咯。用半先來講下咧，係阿爸想踢多，係阿爸想踢多。拄到切了，按用去撈去拄轉去，個阿爸聽錯，免呢奈唔好咧，冇奈為好病咧，聽錯知道，哎呦，用話用去直接拄嗌係其他人咧，用話用去，所以對家下嘅對外講係歌唱當中嗰時咧，看得到嗬，睇自家對討論嗬，福卡度嘅產業啊、家庭啊、發展啊、特生嘅想法。通常是冇強讓，韓國嘅事業起起落落嘅時間嗬，親戚朋友對呢隻係發展下後嘅規劃，通常都當關心，因為有錢是做得，冇錢是奈唔好了，唔過做家庭嘅人嗬，但係太提啦、太辦，肯係自家啦，因為韓國呢個家庭嘛會影響到乜嘅咧？下後嘅事業會影響嚟會去。沙丁呢，大家共下來繼續來看一下，茶米買賣之間，喂，
发生哪道事情呢？共下来看了。